大家如果去河口湖嘅話，應該都係搭特急富士回遊噶啦。但係其實呢，仲有另外一個方法嘅，都係搭中央線，不過就係普通車，由東京開出，每日2班車，星期一至五就會用通勤快速嘅形式去到高尾站，之後會變每個站都停車，去到河口湖。每日大約6點或者7點開，星期六日或者休息日呢，就會用中央特快嘅形式去到高尾站，先至再每個站停車。大約6點半同埋7點開，全程要3個鐘先去到河口湖。咁架車呢，收工就會泊河口湖嘅。去到第二朝，平日嘅話就會用2班快速嘅形式返東京，星期六日就會用中央特快，大約5點10同埋6點3開車，天都未光就會出發㗎喇。如果你平時有細心留意嘅話呢，其實有啲 E233系嘅車係8+4連結嘅，咁係咩意思呢？即係唔係就咁12卡車，而第8卡車同埋第9號車呢，中間係唔可以貫通，即係你唔可以由8號車內行過去9號車，要行落月台先可以過去嘅。咁點解會咁呢？原因係因為呢架車要喺大月站嗰度進行分割連結啦。因為只有頭4架車呢係入富士急行線去河口湖嘅，就同特急富士回遊一樣嘅。詳細嘅動畫呢，可以參考 description 條 link。趁呢個機會講埋啦，其實211系都係會入河口湖嘅。每日一往復，由高尾站開出，大約7點半開，9點3到河口湖，回程就會係10點半開。咁高尾站開嘅話呢，就會以6卡車嘅形式開，去到大月會再進行分割連結，變3卡車。呢2班車當然一定冇特急咁舒服啦，只係純粹介紹下嘅啫。如果大家去河口湖嘅話，都係建議搭返特急好啲，早1個月 book 定位，咁就唔使驚冇位坐啦。